你看这个抽水机啊，小型的啦，这样的啦，它连那个上面那个有塑胶铁网啊，铁网都坏掉了，可以套个那个什么袋子啊。你看这个包水果那个网袋的，套了以后再锁上去，隔绝那个什么脏东西跑进去。然后你看哦，这个是5个转片，那个有弧度的，有的人用那个塑胶水管，自来水管有没有？切一小段，然后你看剪开，要得到这5片，然后连起来。看这马达的轴心怎么这么细耶？然后你看用这个垫在底下，就是要创造这个空间呢。这个空间呢，就是水可以进去。你看垫片的底盘跟这个黑色的垫片呢，你看有距离的，有0.5，不到0.5，大概0.3公分的距离，这样水就可以进来，然后从这边出来。它最怕空烧了，空烧那个马达就会烧坏掉，抽不到水的时候要小心。这个通常就放在那个水沟里面，水沟里面水少的时候还可以抽水，但是要小心避免抽不到水，空烧坏掉。在这个水沟里面呢，如果小小的田里面的水沟小小的，可以放一个旧轮胎，旧汽车轮胎，然后要加水哦，加水重的才不会被水冲走。就后面再加个砖还是什么，或者是一包塑胶袋加土，重的放在轮胎后面，这挡水啊，水位就会上升，就容易抽水。